2天嘅交易可以賺到432蚊，贏率達到88%，平均獲利咧比平均虧損多出超過1倍嘅。所有嘅馬丁系統應該要內置咗一 volatility filter， 佢每秒鐘都檢視緊市場上面嘅波動性指數啊。如果一旦咧波動性指數高起上嚟咧，即刻停止交易，同埋唔可以開呢一隻貨幣對嘅。呢樣嘢咧係要極高技術先至做得好同做得靚。個程式咧要識得計依家入市嘅 win rate， 自動喺適當嘅位置止損，最好要有埋一個 trailing 自動推移動止賺嘅系統，而千祈唔好用固定止賺嘅交易系統。就夾倉嘅時候咧，夾一間廠賺錢嘅時候咧，都係賺得嗰啲豆領嘅啫，因為佢固定 set 咗幾蚊或者幾十蚊就平倉啊嘛。trailing 嘅系統咧，我就 set 咗個固定價格喺呢一度，等到呢個固定價格咧再越過多少少嘅時候咧，一路升上去咧，就俾佢無限咁樣升上去，一路推止賺。譬如升到100蚊嘅時候咧，佢個平倉位置係80蚊，再升到上300蚊嘅時候啊，可能就係280蚊利潤指定噶啦。